而家咧就係晚黑嘅10:04嘅呢個時間，跟住咧做一個每晚慣例應該更新嘅就係夜班車直播啦。因為廣州晚黑嘅夜班車線網實在太強大啦，比起其他好多城市嚟講，係基本上咧而家有135條到134條左右嘅線路，就可以構成我哋晚黑翻屋企嘅最後一個保障。咁呢個對於廣州公交嚟講，的確一個好抵讚嘅一點，所以咧就決定每晚不定時都會開呢個直播嚟出嚟俾大家睇下噶啦。咁啊，首先打開抖音，然後主播中心開直播，跟住見到呢個節目未？挑戰廣州嘅夜班車就係我未來嘅一個小目標，就係打算帶大家去坐晒全廣州嘅夜班車線路啦。咁而家咧就正式開始直播。其實而家開咗播之後咧，直播間都幾熱鬧下嘅，好多一啲外省中意巴士嘅朋友或者係廣州本地嘅街坊咧，都會過嚟睇嘅。首先咧，呢個就係今晚第一個目標，就係乘坐26。不過好彩嘅係坐到南京金龍呢款車，我好少坐嘅。現在就是上了226 10點半的末班車。它晚上會走這個夜45路的，你們可以看一下，晚上會走夜45路的，然後就開始今天的旅程的第一條線。即係好多人而家對新穗嘅印象就可以開飛機咁，但係實際上而家新穗嘅速度真係完全慢晒啦。好似我而家坐緊孖26嘅尾班車，全程都只有開40，即係佢基本上個速度達到以前咯。咁而家咧就坐咗尾班車過嚟總站啦。咁而家呢台交叉 S0895咧，其實佢行呢趟26佢係要收工噶啦，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呢，佢成個三排都只係關晒。咁啱啱一路全程開過嚟，個電機聲咧可能係阿穗嘅傳統保養啦，反正就係電機聲好響。然後啱啱一路坐過嚟之後，而家直播間咧就係有134人啦，整體流量數據都係唔錯嘅。咁而家嚟到恆寶廣場，第二個目標咧就係轉乘馬會巴士唯一嘅夜班車夜39路。聽人講咧呢條線嘅速度幾飛下嘅，所以今晚咧就特意嚟打卡一下全程嘅夜39路啦。啱出龍津路喺華貴路呢度城區度，居然可以開到40，而且啱啱轉嗰啲小彎基本上都係唔點減速。果然網友推薦是沒有錯的，啱啱成個3、2、1，直接衝到去，超級牛逼！3分鐘就已經差唔多去到解放路啦，超犀利真係好犀利啦！咁快已經到北京路，我好耐未坐過開咁快嘅夜班車啦，全程都撳喇叭啦。喺度逼前面個豐田佬，前面豐田佬慢慢開20，跟住佢就一直喺度逼喇叭。而家坐馬會路開得快之後，成個直播間已經係有150幾個人喺度睇啦，整要逼！唔講笑喎，夜39路嘅速度真係 OK 喎。嚟到咗楊飛呢度，直播間有170幾個人喺度睇馬會路飆車，果然都係要夜39 YYDS。佢而家入到黃埔大道之後，全程終於可以上到50啦，落條甚至可以飆到55。呢個車速已經相當 OK 啦，對於廣州公交嚟講。好，而家落車，全部都這個點下了，真係好快，唔講笑，夜39。啱啱喺越秀同埋荔灣嗰邊全程喺度開40幾路程，佢無論係過彎定乜嘢，佢都好少剎車嘅。然後咧入到黃埔大道，佢冇其他嘢擋住佢嘅時候，全程喺度開50到50之間，哇！真係好爽，好耐未坐過咁正嘅廣州公交，真係好耐未坐過。而家咧就嚟到原車4環路口呢邊，咁啊呢度就肯定有車坐去車陂轉夜20噶啦。啱好夜27嚟啦，可以坐。我哋坐總站就得啦。然後而家咧就上咗夜27啦，不過有啲揦嚟講真，因為你坐4個站你俾咗4蚊，我睇佢識貴嘅講真，但係你冇辦法啦，為咗轉夜20。車陂總站到啦，落車請注意安全。4蚊坐咗4個站，夜27路，覺得有啲似香港嘅物價啦已經。咁而家咧就喺
元村四環路嗰邊，用咗1蚊雞一個站就坐到嚟車陂公交場呢度，咁啊肯定係轉翻去大堂最萬能嘅線㗎啦。點解話220係最萬能呢？主要係220真係好遲收嘅，雖然係收4蚊，但係你睇佢尾班車喺2點半呢度，咁而家呢個點數咧就係0點38分，咁我估係等陣應該係坐到0點50分呢趟啦。而且因為220係寬港路開嘅原因，佢速度唔差。基本上都有50到55左右。我曾經坐過喺南站開翻嚟1點鐘嗰趟尾車，係可以飆到60，超犀利。OK， 而家開50分嘅220已經開咗出嚟啦。咁呢條線咧，其實以前係有宇通E8嘅喺南站翻嚟。我係坐過一次嘅，但係車陂呢好似都係 K8，反正我未坐過E8啦，喺車陂嘅方面。終於翻到嚟坐220，可以。今晚咧就話喺赤崗大堂呢一邊出發，然後坐45路解鎖咗39路，行過咗荔灣、越秀、天河之後咧，又坐翻220翻嚟赤崗大堂呢邊啦。咁樣咧，今晚解鎖嘅39路，佢嘅無論車速啊定係駕駛風格都真係好爽，亦都係好正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坐下39路咧，個人亦都係非常之推薦嘅。咁就好似直播間入邊所講啊，如果廣州所有公交車都會好似39路咁樣喺有限嘅限速範圍之內咁樣開得咁進取嘅話咧，咁啊估計塞車就會少啲啊，人坐亦都會多啲。咁我個人覺得咧，都係好似幾有道理下咁樣嘅。咁樣咧，然之後呢個基本上就係我每晚黑直播嘅內容啦，就係無聊帶大家打卡一下，坐一下廣州嘅夜班公交。咁如果你對公交車呢方面有興趣嘅話咧，咁啊亦都歡迎對我呢一個小小嘅賬號、小小嘅 up 主，咁啊點一個關注支持一下啦。因為我呢邊咧不定期都會更新一下關於公交車嘅測評視頻啊、公交車嘅歷史小視頻，或者係關於公交車線路嘅直播等等都係會有嘅。咁啊基本上今晚嘅所有內容就係咁樣樣啦。如果你對以上都感興趣嘅話咧，歡迎關注一下我呢個小賬號。咁我哋每晚黑咧就可以喺直播間入邊一齊面對面進行一個交流或者吹水都係可以嘅。咁啊今晚嘅內容就係咁樣樣。咁至於聽晚會坐一個乜嘢嘅夜班車咧，我今晚翻去就會好好咁規劃一下噶啦。當然如果你有更好嘅建議嘅話咧，亦都歡迎可以喺評論區度話俾我聽嘅。我哋聽日再見啦，拜拜。